今次咧，我哋結合中文科嘅教材咯喎。咁呢2-3個禮拜咧，我哋都係暑期嘅教材開放日嚟嘅。除咗頭先睇到嘅英文教材之外，可以睇個中文教材。咁今次咧係一個Level 113命題寫作初階。其實大概嘅小朋友咩年紀左右咧？就咁聽落去會唔會1-2年班咧？我哋即管揭嚟睇下咯喎。今次嘅目錄係難忘嘅星期日。好啦，今次嘅教材咧其實都係以一個形態，就係譬如佢由8個目錄組成啦，當中有佳作、欣賞、學習、重點、腦圖分析、寫作教室、修辭應用、寫作構思、腦圖創作、作文。嗱，呢段稿背唔到嘅，真係要睇稿錄嘅呢個。裏邊有好多內容嘅。咁首先而家坊間其實市面上最傳統嘅做法都係首先俾個佳作你去認識咗先嘅，因為你要知道大概篇文要寫到去邊個深層次嘅程度，你先至可以開始我哋叫做抄文嘅角色。好啦，咁當然我哋唔係教小朋友抄文咁簡單啦，我哋會將個文章嘅特性解釋一次。譬如記敘文有一個叫事件錄要素，將時地人事情嘅起因、事情嘅經過、事情嘅結果係可以完完全全喺個文章裏邊顯示得到嘅。呢個寫作優點咧，其實喺1-2年班係必須要掌握得到嘅。但係我哋普遍見到小朋友咧3-4年班咧先至有初步嘅記敘文書寫特性。咁可想而知，其實呢個教材唔可以話係邊一個年級做，係要睇小朋友嘅能力掌握到可以學深啲，掌握唔到呢個已經係一個最基本要去掌握嘅地方。好啦，咁一般我哋成日都聽到啦，作文要講順序法、倒序法、插序法。咁呢個大概1-2年班左右咧，其實順序法就需要開始學㗎啦，以時間嘅特性、事件嘅起因慢慢做出嚟嘅。日後有啲記敘文嘅特性叫步移法咧，或者係時序法咧，等等都會有機會掌握得到嘅。好啦，作文前有啲咩要做啊？拎起支筆，其實我哋真係冇墨水嘅，要寫字唔容易嘅。我哋會有一版第5頁嘅地方有叫30秒嘅亂筆快速嘅空間，幾條嘅例題，幾個詞語，俾一個意思嚟，俾個例句你其實就已經係warm up咗金堂頭嗰5分鐘，一定會開始落到筆，寫到嘢嘅特性嚟嘅。好，跟住我哋再揭落去咯喎。咁當然啦，一個小朋友真係日後一篇作文會寫到啲乜嘢，我哋都估唔到。但係而家有個特性就係佳句嘅應用，你有啲橋段，有啲佳句，你熟習咗之後咧，其實你再寫翻落嚟咧，我哋係會容易啲加分嘅。好。無論點講都好，寫一篇作文，你識得睇、識得寫，你要識得分析。分析嘅最主要嘅簡單方案就係一個腦圖分析。譬如我哋將難忘星期日拆散咗佢，頭先講嘅6要素咧，人物、時間、地點、事件嘅起因、事件嘅經過、事件嘅結果，我哋好簡單地幫小朋友抽絲剝繭，將頭先嗰篇佳作拆散咗之後，等佢自己可以建立得到。原來寫作睇文要先識得做腦圖分析。好啦，呢一堂其實已經過咗大半嘅時間㗎啦，仲未開始寫第一篇文喎。係啊，作文唔係俾個題目你就寫答案㗎，我哋有過程，我哋有特性，我哋而家先至去到教室嘅部分。寫作教室其實係啲咩咧？今堂有一個特性嘅修辭手法，譬如反覆。反覆嘅意思係咩啊？其實你見到一個句子太好了，我贏了，係咪好平鋪直述，好悶啊？我會講太好了，太好了，我們贏了。甚至乎你可以再組裝多啲唔同嘅形容詞、特性詞落去，你會令到個句子再加分，再有一個感動到讀者嘅感覺。譬如今次一條題目，我們一直走出了高聳的山。我們一直走，3次重複，呢個感覺係咩啊？原來我喺條路裏邊一路走出咗個高聳嘅山峰。你會唔會感覺到個感覺係令到人哋覺得我想再追落去呢篇文？咁第開始嘅時候咧，我哋會將小朋友運用唔同嘅佳詞啦、佳句啦、修辭手法，記住橋段一個好大嘅特性嚟嘅。譬如當中咧，我哋運用一個修辭嘅手法、反問嘅特性，譬如難道啊、怎麼、豈不是啊？呢啲其實係講緊加強你個文章嘅張力、說服力咁等等。咁令到個讀者想再睇呢篇文深入一啲咧，其實係一個好特別嘅加分元素嚟嘅。好啦，跟住咧，我哋會將呢個部分咧，譬如頭先講嘅反問句咧，俾個例睇你啦，跟住再做翻一個反問句。譬如這麼精彩嘅節目，值得再看一次。句號，呢個係一個平鋪好直述嘅句子嚟嘅，改成為這麼精彩嘅節目，這麼逗號，難道不值得再看一次？難道？我哋會見到個情況係少少唔同嘅。咁有時中文老師會文身都加個媽字咧，反問句個重點唔在於個媽字，在於這麼精彩嘅節目，呢個係呢件事嘅元素。跟住就係難道不值得再看一次？呢個就係呢個句子嘅特性，反問句啦。跟住有幾句唔同嘅題目想小朋友做嘅，咁小朋友試下做就得㗎啦，唔算好難嘅。好啦，咁小朋友咧掌握咗第一堂到第2堂開段嘅部分時候，直接進入咗寫作教室啦。今次我哋個題目係乜嘢啊？難忘嘅星期日。好，你喜歡星期日嗎？哪一次活動令你難忘？引導緊個小朋友諗翻起，你有冇記得邊一次個星期日係有啲咩特別嘅？譬如我有啲例子啦，有啲句子啦，有啲事件啦，等你 warm up 咗先。咁邊件事件特別令到你印象深刻係好緊要嘅，係一個橋段嘅句子嚟㗎，已經開始出現緊。好啦，呢次事件對你有啲咩感受？無論係開心嘅、唔開心嘅，有得着嘅、冇得着嘅，或者下一次嘅週末有啲咩發展，係引導緊你將篇文章嘅第2段尾去到第3段頭放緊出嚟嘅橋段特性。好啦，無論如何都好，之前咧第一堂咧學習咗嗰個佳作個腦圖拆散拆件之後咧，自己要做翻自己嗰個佳作自己嗰個腦圖創作，譬如係最基本嘅記敘6要素當中嘅4要素，時地人事件，即是個起因。跟住咧6要素當中嘅後2個要素，過程同結果，你可以翻低之後，跟住我哋就會去到作文簿嘅應用，運用翻個作文簿記錄翻你每一篇文章，跟住有翻個老師改文之後加翻個騰文內容，咁就會幫到個小朋友每一次回憶翻你自己寫一篇文章，由最開頭第一堂頭嗰5分零鐘嘅 warm up，跟住去到落筆，跟住去到開始掌握腦圖，跟住拆散咗唔同嘅修辭橋段，一篇咁精彩嘅教材，我哋總共做咗好多嘅系列，希望小朋友真正掌握到寫作嘅樂趣。好。